喂，今日講下一個我經常同學生練習嘅動作。好，我哋示範下嚇。好，先打4拳先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跟住向後閃，跟住上翻嚟，夾好自己，跟住幻想下有人攻擊你，跟住你即刻反擊打勾直，跟住再有人攻擊你，你反擊打直拳。好，我喺側邊示範多一次。好，嚟咯喎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向後閃，閃嘅時候膊頭少少遮住自己塊面，前面嘅手放低，另外隻手夾住自己塊面。OK， 上翻嚟嘅時候，跟住即刻反擊。好，跟住夾好自己，有人打你唔使驚，夾好自己隻手臂。好，跟住勾直反擊，跟住再嚟直拳反擊。得閒就試下啦。記住呢個世界冇完美嘅技術，只有啱唔啱你嘅技術。